我哋俾啲時間，讓自己嚟到主嘅面前。我哋過去一個禮拜，如果有咩得罪人、得罪神嘅地方，我哋求主都係赦免我哋。我嚟到主嘅殿當中，我哋預備我哋嘅心靈，我哋用我哋嘅心靈同埋誠實去敬拜你。阿 Stanley 啊，呢個可唔可以較細聲少少啊？我細喇叭，唔該晒。各位弟兄姊妹安，今日嘅聚會正式開始啦。我哋首先低頭祈禱先。親愛嘅天父，我哋感謝你可以將我哋一班來自唔同地方嘅朋友都可以聚埋一齊嚟去敬拜你。我哋有一齊侍奉嘅機會，有侍奉嘅時間。天父，我哋都求你保守仲喺路上嚟緊嘅弟兄姊妹，保守佢哋嘅安全，因為知道今日墨爾本都好多地方有改路，都可能會有塞車嘅變化嘅情況。求主你引領佢哋走最安全嘅路。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俾你，求主你親自嘅去膏抹我哋每一個人。聖靈，我邀請你嚟我哋嘅當中去掌管整個程序。祈禱交託奉耶穌名求，阿門。Amen。好啦，今日我就有啲特別啦，咁有 Raymond 弟兄同我一齊唱。首先有宣召嘅經文，來自約翰福音4章14節。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弟兄姊妹請起立，又係詩歌敬拜嘅時間。我唔知大家有冇覺得自己渺小嘅時間啦，咩都做唔到啦。我當然有啦，但係其實聖經入邊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要藉着神嘅話語，藉着佢嘅教導，勇往直前，唔需要去畏懼。就算我哋渺小，佢都可以將我哋變為剛強。我哋效法基督，我哋放低一切，我哋定義一生跟隨主，我哋向着前方。軟弱創傷的，誰給他擁抱？缺乏與飢渴，誰給他餵飽？我若去關心最渺小的一個，就等於接待我的王。我效法基督，要放低所有。我定義一生隨主的腳蹤。我願意擺上，用盡我的恩賜，為你奔向未知的遠方。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原來主已為我們留下盼望。做鹽做光，將福音傳播。莊稼熟了，隨處可收割。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
哪個當得平安？差遣我到四面八方，傳頌主的愛，並能力與拯救，這使命交給我。我係願意接受主耶穌俾我哋嘅使命嗎？我係一齊將個福音去傳俾每一位。我效法基督，要放低所有，我願意一生隨主的腳蹤，我願意擺上，用盡我的恩賜，為你奔向未知的遠方。大家一齊唱啊！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原來主已為我們留下盼望，做鹽做光，將福音傳播，莊稼熟了，隨處可收割，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人群中我定找到那個當得平安，差遣我到四面八方，傳頌主的愛，並能力與拯救，這使命交給我。已經熟啦，我哋可以收割啦。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準備我哋嘅心去做呢個神俾我哋嘅工作。讓我哋帶住嘅使命走進社區，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原來主已為我們留下盼望，做鹽做光，將福音傳播，莊稼熟了，隨處可收割，向着前方，我抬頭觀看，人群中我定找到那個當得平安，差遣我往地極去宣講，傳頌主的愛，並能力與拯救，這使命交給我。呢個使命唔止交給我，又仲要交給俾你們，所以我哋一齊話使命交給我。呢首歌我本身好中意，咁喺我揀歌嘅時候咧，其實今日都好倉促啦。咁啊，我揀咗呢首，咁第二首係咩咧？我唔想唱太多新歌，想唱啲你哋唱過嘅歌。咁我喺個 song list 度睇翻，原來幾個星期之前啊 Wisdom 傳道係唱過下一首歌，跟住揀咗之後先知，原來兩個都係有一個中心嘅信息，所以神嘅安排真係好奇妙。主，我為你傾，懇請開我眼睛，獻上至美至誠，實踐寶貴使命，願見國度擴張，收取莊稼理想，撇棄這生貪愛，願背十架踏上。全為你突破自我，
釋去心靈協妥，甘拜上，心思意念未怕崎嶇同阻。寒夜裏有你渡過，堅固心靈居所，叮囑我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今生因你堅持，貧困黑暗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歡呼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我為你傾懇請開我眼睛，獻上至美至誠，實踐寶貴使命。仍見國度擴張，收取莊稼理想，別棄這身殘愛，願背十架踏上。一齊。全為你突破自我，釋去心靈怯懦，甘拜上，心思意念被怕崎嶇痛楚。寒夜裏有你渡過，堅固心靈居所，叮囑我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今生因你堅持，貧困黑暗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歡呼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主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國度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生因你堅持，貧困黑暗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歡呼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我哋都係盼望神嘅公義臨在呢個地上，讓你個愛彰顯喺每個人心入邊。大家睇唔睇得出個中心信息係咩？兩首歌，莊稼熟了，請差遣我。好神奇，我揀嗰時完全唔知，甚至歌詞都唔熟嘅，係得阿 Wisdom 傳道早2個禮拜揀呢首歌，所以我先至會揀。聽咗之後十分之喜歡。呢係咪叫同感一靈？聖靈感動。我哋願意去作工，都需要神嘅煉淨我哋，等我哋心靈行為都合一。年近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愛你。所有夢想和驕傲都放在你腳前，我要完全順服。
近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當我哋靜落嚟，我哋會唔會同我哋嘅父親講：主啊，感謝你，我願意此生交上，我願意為你。年輕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愛你。有夢想。驕傲都放在你腳前，我要完全順服。獻上生命，完全為你用，放下自己，願你的榮耀，全心跟隨，付出你呼召。父神，我只願為你活，將生命完全為你用，放下自己，願你的榮耀，全心跟隨，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願為你活，獻上生命，完全為你用，放下自己，願你的榮耀，全心跟隨，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願為你活。父神，我只願為你活。父神，我只願為你活。主，願我哋都將我哋嘅驕傲都係放喺你嘅腳前，願我哋都可以完全順服喺你旨意當中。弟兄姊妹請坐。請坐。現在係讀經嘅時間。弟兄姊妹請聽我讀約翰福音12章24至26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死裏，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了。見唔見到好多人做嘢啊？跟住一粒咁嘅少少嘅種子係嘛？咁我哋今日好高興，Jessica 牧師為我哋分享呢個非常好嘅信息啦。
係咪？咁我哋歡迎張牧師啦。咁張牧師都同我哋嚟過正道啦，上年咁樣，今年又再次翻嚟啊！歡迎。呢個咪答好開心啊！見到大家啊，多謝阿 Raymond，好愛主嘅喎，你又識埋你媽咪喎，原來我又知道你有太太喎，有個女喎，我初以為你單身咁得閒去侍奉主，原來你咁忙咧都侍奉主啊！真係感謝主啊！咁好開心啊！見到弟兄姊妹咧喺我哋當中，特別係黃牧師咧久仰大名咧，今日有大家一齊敬拜主下，我哋一齊祈禱。真係主啊，你多謝你，因為你真係我哋嘅主，你真係我哋嘅王。我哋今日喺度呢一個嘅崇拜當中，願意我哋嘅一心一意都係去想到你嘅恩典，想到你嘅恩惠。我哋嘅生命都係從你而嚟，求你幫助我哋去奉獻我哋自己嘅生命，被主使用。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你哋嗰啲咁靚嗰啲 graphic 咧，我啲 PowerPoint 都好簡單嘅啫嚇。死去活來，死去活來。係我得到主嘅感動，俾大家呢個嘅題目。如果大家記得嚇幾十年嘅基督徒，如果你喺香港嘅咧，先至識呢一位嘅姊妹啊，蘇恩佩姊妹係突破機構中心嘅一位姊妹。當佢病重有 cancer 嘅時候，佢係寫過或者係譯過一本書啦。聽講嚇就係叫做《死亡別狂舞》，呢個係佢自己嘅一個嘅宣告，係佢自己嘅一個嘅見證。面對死亡，死啊死啊！你得勝嘅權勢在哪裏？死啊！你嘅毒鈎在哪裏？聖經話，在耶和華上帝嘅眼中，佢看聖民基督徒之死極為寶貴，因為死去可以活來，先死而後生，死亡嘅分離先至會帶嚟復活嘅重逢。聖經話頭先睇到啦嚇，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咗，如果唔死咗，仍舊係一粒；但係死咗就結出好多嘅果子來。咁我哋諗下一個人死咗嘅身體先嚇，諗下我哋人嘅身體死咗啦，死咗會點樣㗎嚇？無論你火葬嚇，燒你個灰嚇，落咗個塵歸塵，土歸土，或者我哋話係土葬啊，好多老人家係堅持咧要土葬，好似我媽媽咁樣嚇，堅持唔可以火葬，你唔好燒我啊，一定要土葬嚇。如果我哋土葬嘅時候咧，我哋嘅屍體喺泥土裏邊嚇，原來我哋嘅屍體喺泥土裏邊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化學同埋物理嘅分解過程，人體歸於自然。死咗佢嘅身體裏邊咧，有一啲嘅有機物體會轉化成為一種嘅東西，叫做氨基酸，一種嘅礦物質。而呢啲嘅氨基酸礦物質咧，係成為一啲嘅營養素，分解之後咧，能夠令到泥土變得更加嘅肥沃，使到植物生物不斷咁循環去生存嚇。死去活來係大自然嘅一個嘅奧秘，係上帝創造計劃嘅權威。一個人死有佢死嘅意義，有佢死嘅原因嚇，上帝嘅安排都有佢嘅時間。一粒麥子一定要落地，一粒麥子種子一定要落地，種咗落泥土，種咗泥土之後，佢會吸收水分，呢粒種子就會膨脹嚇，爆開。麥子嘅皮軟變咗軟，裏邊嘅胚胎嚇，因為咁樣爆開咧，先至可以開始活躍，先至可以發芽生根。麥子埋喺田裏邊死咗，而利用泥土嘅濕度、空氣、溫度，令到一粒靜止啊，或者係死咗嘅種子，開始一個幼苗成長嘅生命之旅。一粒麥子死咗唔夠有用啊！要一紮麥子或者一堆麥子嚇，1 kilo 嘅麥子、1噸嘅麥子一齊死咗，一齊喺土裏邊去成長，先至會成為一大片嘅禾田。我哋就收割啦嚇，我哋為主收割啦，一大片嘅禾田。麥子要大量咁去倍增，先至能夠令到人類係用到呢啲麥子嘅
果子嚇，做成麵粉啦，呢啲麥子嚇磨成麵粉啊，成為麵包啊、餅乾啊、麵條啊、饅頭啊、花卷啊、叉燒包啊。如果一粒麥子唔願意落喺泥土裏邊，聖經話做乜嘢啊？唔落泥土，唔落好土嘅種子咧，喺路邊咧，喺淺土地咧，會俾啲雀仔啊、烏鴉啊食咗落肚嘅喎。麥子擺喺度，擺幾耐，一粒就係一粒，一堆就係一粒，一堆一紮就係一紮，冇乜作用嚇，得個擺字嚇，冇乜意義。所以耶穌實實在在，耶穌實實在在、實牙實齒咁教導我哋一啲人生嘅真理，我哋要留心聽咯噃。當然，耶穌講呢啲嘅真理唔係教我哋真係種種子啊、種菜啊、種花啊、食碗雲吞麵啊、食個菠蘿包啊咁簡單。耶穌實實在在咁叫我哋唔好貪生怕死，唔好錫身。錫身好緊要，但係唔好錫身錫到咧，唔願意為主受苦，唔願意去服侍教會，唔願意去捨己，唔願意去背起十字架，天天跟從耶穌，信服耶穌，死去先至可以活來，捨己服侍主，先至得到天上嘅賞賜，天上嘅獎賞，先至得到天父嘅尊重喎。邊個為我而活嘅咧？跟從我嘅咧？服侍我嘅咧？去到邊度都服侍我嘅咧？我父必尊重他。基督徒要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基督唔死唔得嘅，因為佢要對付罪啊嘛。基督徒同樣係唔死唔得嘅，因為我哋要傳福音啊嘛。我哋嘅老我哋嘅邪情私慾，我哋嘅軟弱，我哋嘅過去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喺我裏邊活着。神愛世人，耶穌為我哋死咗啦。一粒麥子死咗啦，就會結出好多籽粒出嚟。歷世歷代，我哋諗下有幾多個基督徒，千千萬萬嘅基督徒得以重生，得以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全係因為一粒麥子成為好多好多嘅麥子。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為基督捨己，都要有基督捨己嘅生命。我哋都要捨己去愛人，捨己去愛教會，去服侍教會，捨己去榮耀基督。一個人嘅力量好有限，所以我哋要一班人嚇，越嚟越多人仲好嚇。一個人嘅讚美唔夠響亮，我哋要一班人嚟讚美主，我哋要一堆人，好大班人去讚美我哋嘅上帝。我哋要遍地開花，唔好淨係一笪地方，我哋要全世界各地嘅地方，喺 Melbourne 各處嘅地方去為主結出美好嘅果子。我哋要百花齊放，我哋要講全福音。由邊度啊？漢曲嚟到 Footscray， 嚟到 Footscray 啦，咁點啊？仲有好多好多事工等住你，仲有好多好多美德之民等着你去帶領佢哋信主。原來基督嘅愛激勵我哋咯。如果冇咗基督嘅愛，我哋點會坐喺呢度啊？如果冇咗基督嘅愛，我哋點會願意捨己啊？但係因為基督嘅愛激勵咗我哋，耶穌為我哋死，我哋都要一齊為主去死，而為主去活。如今我哋成為一個新造嘅人，所以我哋不再為自己而活，不再用自己嘅方法去活，我哋要為主而活，我哋要用主嘅方法去活，帶住主嘅使命。頭先詩哥提醒我哋啦嚇，被主差遣去活出主嘅樣式，活出主嘅大愛，活出主嘅榮耀同埋光輝。睇另外一段經文，約翰福音第11章，大家都好熟啦，希望嚇記載馬大、馬利亞嘅細佬拉撒路，佢有重病，於是打發人去見耶穌，要求耶穌醫治呢個重病嘅拉撒路。但係好奇怪嘅喎，耶穌好似愛理不理咁樣話：呢個人嘅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嘅榮耀，叫神嘅兒子因此得榮耀。耶穌喺離開伯特利大約1天行程嘅地方，仍住咗2天，2天都冇喐到，
繼續喺嗰度做主要做嘅工作。耶穌話：這病不至於死，但佢始終死咗咯，死咗咯。然之後第4日嘅時候咧，耶穌咧先至好似施施然咁樣樣嚟到伯達尼呢個墳墓裏邊，拉撒路已經喺個墳墓裏邊死咗第4日。所有人都喺度呻啦，你嚟做乜啦？嚟得咁遲，細佬都死咗啦，你早啲嚟救佢醫佢，咪唔使死咯。耶穌話：你咁遲先至嚟有乜用咧？我嘅細佬都死咗啦嚇，唔可以起翻身啊？點算啊？其他人就話：哎呀，呢個耶穌明明見佢醫好好多盲眼嘅、跛腳嘅、啞嘅、聾嘅，點解佢唔早啲嚟醫翻好呢一個拉撒勒咧？呢個拉撒路咧，好似闊佬懶理。但係耶穌唔係曾經講過嘅啦咩？耶穌話：我要你哋明白上帝嘅榮耀，更加清楚上帝奇妙嘅工作啊嘛。所以啲人好奇怪咁話：哎呀，呢個人明明係好愛拉撒路同埋馬大馬利亞，咁因為佢哭了。聖經記載耶穌哭了，明明好愛呢個人，仲愛得佢好懇切，點解唔早啲嚟？點解唔早啲嚟救醫呢個拉撒路？當呢班人百思不得其解嘅時候，佢哋又唔記得咗耶穌講過啲乜嘢嘢。耶穌明明話，藉着呢個拉撒路不被醫治，藉着呢個拉撒路不被醫治嘅神蹟，係為咗上帝嘅榮耀，係為咗上帝兒子耶穌基督嘅榮耀。耶穌有使人復活嘅大能，耶穌好堅定咁宣告：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但係點解要等咗4日，屍體都臭咗，耶穌先至令佢復活呢？係啊，耶穌話仍然可以復活噶，死咗咁耐，幾耐都可以復活噶。火葬，塵歸塵，土歸土，化作一縷青煙，煙飛灰滅，仍然可以復活。土葬啦，屍體分解咗，分化成泥土裏邊嘅養料，仍然可以復活。好多人嚟到墳前見到腐爛發臭嘅屍體，但係當見到耶穌吩咐呢個拉撒路出嚟嘅時候，拉撒路就出嚟。好多人喺呢度相信咗上帝嘅大能，佢哋刷稱奇。好多人對耶穌真係口服心服。上帝嘅榮耀好清楚，咁喺呢個事情當中得到明顯嘅彰顯。點解第4日？猶太人嘅概念係人死咗頭3日嘅靈魂仲係喺度徘徊緊，可能未曾真係死晒。但係當到第4日，佢嘅身體開始腐爛嘅時候，證明呢個人係完全嘅死亡。耶穌一定要俾我哋知道，佢嘅復活大能係唔在於呢個人啱啱先死咗幾耐，腐爛咗唔見咗嘅身體，但係仍然係可以復活。但係耶穌唔同喎，耶穌第3日復活嘅時候，你諗下第4日復活，第3日復活，耶穌第3日復活過嚇。嗱，呢個好有意思嚇。正正因為耶穌係唔可以身體腐爛，所以佢一定要喺第3日復活。聖經記載喺詩篇同埋喺使徒行傳都重複咗下，受膏者耶穌基督嘅身體不能朽壞，所以耶穌唔可以等第4日先復活，耶穌第3日復活。但係耶穌要俾我哋知道，佢可以令到第4日已經腐爛嘅拉撒路去得到復活，死去確實可以再活過嚟，活得更有意義、更加精彩嘅喎嚇。大家都好熟啦嚇，如果你翻咗教會幾十年啦嚇，好似我咁翻咗教會幾十年，信咗主幾十年啦，或者幾年啦嚇。如果你真係勤讀聖經嘅咧，都會聽過嚇，真係有聽到嘅咧，我相信唔同嘅牧師傳道人都講過嚇。以西結先知嘅預言，一堆極乾嚇，好大片嘅骷髏骨頭，死咗好耐嘅人，因為聽見上帝嘅話，聖經話因為聽見上帝嘅話。因為上帝嘅靈，上帝嘅話，上帝嘅靈，有上帝嘅話，上帝嘅靈降臨，充滿呢班人，呢班骷髏骨頭可以復活。
因為復活根本就係上帝對人類嘅心意。骸骨生根長肉，又有皮遮蔽，骸骨成了有靈嘅活人嚇。復活咗，唔係話做復活咗就復活咗，繼續去做一啲冇意義嘅事情，繼續去花天酒地，或者繼續去自己做自己要做嘅事。復活咗之後，成為極大嘅軍隊，死去活來嘅人，可能要受逼迫，可能要為真理而去打仗，為真理而去作戰。拉撒路講翻佢復活咗之後發生咗咩事啊？當我哋繼續睇聖經嘅時候，呢個拉撒路因為傳講耶穌基督，我復活啦，因為耶穌嘅大能啊，因為耶穌係上帝嘅兒子啊，因為耶穌有復活嘅能力。當佢越傳講耶穌基督嘅時候，佢越受到逼迫。拉撒路被祭司長下咗個追殺令，聽講因為呢個追殺令，因為受到逼迫，拉撒路逃亡咗去一個地方叫做塞浦路斯。佢喺塞浦路斯嘅地方堅定信主，因為呢個復活嘅生命，堅定去傳講福音，繼續去造就信徒。後來成為咗一個主教，做咗主教，做咗一個真真正正嘅基督徒。30年之後，第二次死亡，等候永恆嘅復活。我哋諗下，拉撒路如果唔係英年早逝，如果唔係死咗被埋葬喺墳墓裏邊，至到第4日耶穌基督先至令佢復活，呢個拉撒路可能仍然係一個對上帝信心愛心不冷不熱嘅一個嘅拉撒路。但因為呢一個復活嘅經驗，因為發臭嘅屍體能夠得到復活，佢有一個更新嘅生命。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但係當拉撒路，當我哋經歷過上帝嘅大能，我哋睇到上帝嘅榮耀，睇到信主嗰種重要性。拉撒路為耶穌結出好多好多嘅果子。呢架車死咗啦，呢架車死咗啦，真係撞到散晒啦嚇，完全嘅報廢嚇。Certified 死亡證都出埋啦 ，written off 真係活不來了嚇，救翻都冇用啊！你話呢架車嚇，邊個揸車揸成咁咧？撞成咁咧？咪就係我咯，咪就係我咯。喺邊度啊？喺 Moorabbin St David's 我而家做一個主任牧師嘅一個嘅教會啊，跟住做完工啊，翻去 car park 啊，諗住攞車就走落嘅車，擺咗去一個 mechanic 嗰度，係修理緊。咁我攞咗呢個 mechanic 嘅窿卡啦嚇，借咗 mechanic 嘅車就揸咗去 Moorabbin 侍奉嘅，然之後完咗諗住揸翻架車去攞翻架車，點知一上呢架車咧？唔係話我唔認錯嚇，而係我真係見證話俾大家聽咧，呢架車係完全嘅失控嚇。當我上到呢架車踩油門向後褪架車出嚟嘅時候咧，呢架車真係好似子彈咁樣咧亂衝亂撞。我真係未揸過嘅咁嘅車嚇，我完全相信呢架車係有問題嘅。但係當然，我同呢個 mechanic 講嚟講去都講唔掂嚇。當然最後我都係要賠一筆錢嚇，因為撞咗人哋嘅車嚇。但係 OK 啦嚇，總之感謝主嚇，人冇事，教會亦都冇事，冇俾我撞爛晒嚇。我只係話俾大家聽嚇，車散晒，我嘅人一啲事都冇。車嘅問題又好，乜嘢事情都好，上帝嘅美意就係要我經歷佢嘅恩典。我話俾大家聽啊，你叫我而家好似個人都話 Jessica 牧師你好健康喎，好精靈喎，好生猛喎嚇。但係大家都唔知道嚇，我死過好多次㗎啦嚇，我死過好多次㗎啦嚇，唔單止呢次啦，最後一次好多次啦嚇。其中一次就喺都成十年前啊，一個細菌感染入咗血嚇，咁我真係突然之間咧血壓係低到0，睇醫生話你都冇血壓嘅，你0啊，死咗啦，我死咗啦，咁就即刻同我叫救護車送咗我去 Box Hill Hospital 嘅 ICU， 喺醫院住咗1個星期，咁即係主冇事啊。我坐飛機又試過咧，喺飛機度突然之間暈低，咁唔知發生咩事。我有好幾次嘅大病不死。當我自己知道我喺死亡當中去徘徊，有上帝嘅恩典保存我嘅生命，
我知道呢個真係上帝嘅旨意，令到我繼續要去侍奉主、做主好多嘅工作。原來人嘅生命係好脆弱，我哋真係今朝唔知道聽日嘅事，真係唔知道我哋嘅生命流傳可以到幾時。每一日都係主嘅恩典，每一日都係主俾我哋機會去侍奉佢、榮耀佢嘅時候。危難當中，當我哋堅決去相信主嘅時候，真係有平安。重病如果係主嘅旨意嘅時候，我哋得到醫治，就算唔係完全嘅醫治，我哋得到一個嘅緩和。我相信坐喺度咁多嘅弟兄姊妹，你今日坐喺呢度係因為你都經歷過上帝好多好多嘅恩典，可能你都試過死裏翻生，可能你都試過死去活來嘅經驗。上帝睇翻聖經可以揞住獅子嘅口，上帝可以令到烈火燒唔死人，強風水浸都唔會令到我哋受到傷害。每一次得到醫治、得拯救，每一次我哋從谷底去反彈，每一次我哋喺死亡關裏邊去走翻出嚟，都係上帝嘅保守，都係上帝嘅美意。上帝可以為我哋成就大事奇事，大家有冇諗過呢？大事奇事都係上帝嘅恩手為我哋預備。但係 please， 我哋要先被埋在地上。上帝不斷嘅培育我哋、考驗我哋、去陶造我哋，先要我哋埋在地上。埋在乜嘢地上我哋嘅自我自負自憐真係凄涼啊！點解冇人錫我嘅？點解冇人理我嘅？自憐、自以為是、自尊心自我為中心，呢啲所有嘅 self 捨己都要擺晒落個泥土裏邊，落在地裏死了。咩壞習慣咩壞脾氣乜嘢不好嘅情緒乜嘢嘅消極嘅態度都要埋在地上死了。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係基督嘅生命。我哋要為主而活。我哋若活着，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相信耶穌基督，跟從耶穌基督，做一個基督徒，成為香港人之家。我好驕傲我喺香港人之家，作為一個香港人呢，同香港人或者其他人呢一齊去敬拜主啦。我哋成為呢個教會嘅一份子，我哋要做乜嘢就唔該你既然主呼召你、差遣你嚟到呢個教會，嚟到呢個嘅地區，喺呢笪嘅地方，要去捨己，要去任勞任怨，要去喺困難嘅時間當中去堅持去侍奉主。一個人嘅力量唔夠，而家呢堆加呢堆嘅力量都唔夠，我哋要更加多嘅人去信主，去榮耀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上帝要我哋做乜就做乜，上帝要我哋背負一個好沉重嘅十字架，真係沉重啦！嚟到呢個地方又唔知道啲人，又唔知道啲人做乜咁我哋又點樣去傳福音啦？你點樣喺咁困難當中咧？傳道又走咗啦，牧師翻嚟又唔知佢幾時走啦。呢個弟兄姊妹喺度幫到手，但係又唔知呢個弟兄姊妹咧點樣樣去幫我哋去侍奉啦。我哋要仰望主。當我哋心甘情願、心甘命抵咁去侍奉主、跟隨主嘅時候，各位弟兄姊妹，我可以用我自己嘅人格，我成日都話用我嘅人格、用我嘅人頭加埋我自己咁多年死去活來嘅見證，去為大家去做一個嘅擔保，做一個嘅保證，信靠主、服侍主，死了為主而活，一定蒙福。一定被天父尊重，一定被人睇到你愛主嘅心，人係會知道嘅。可能我唔得閒返教會，唔係因為佢唔中意你，而係佢真係有事返唔到教會。你嘅侍奉、你嘅勞苦、你嘅犧牲，人係睇到喺眼睛裏邊，去佩服你，去敬重你。上帝更加清楚我哋嘅真心定係我哋嘅假意。我哋要視死如歸。我哋唔好怕死，唔好貪生怕死，唔好怕為主受苦。
唔好怕蝕底，向死亡、向罪惡宣告：我靠主得勝，死亡、撒旦，你別狂傲，唔好搞擾我，因為我有主嘅恩典覆庇。聖靈降臨日，下個禮拜，我哋知道當聖靈降臨嘅時候，我哋就得着能力，可以為主喺各處嘅地方做美好嘅見證。讓我哋低頭祈禱，思念下主嘅恩典。我哋幾時喺罪惡過犯當中得到寬恕，得到赦免？我哋幾時喺危難當中，喺軟弱當中得到上帝嘅扶持？我哋幾時信心軟弱、靈命腐敗嘅時候，主將我哋復甦我哋嘅靈魂，藉着愛主嘅弟兄姊妹，藉着上帝自己嘅話語，藉着聖靈奇妙嘅工作。當我哋今日真係活生生仍然有氣息咁坐喺呢度去敬拜主嘅時候，我哋唔好白白嘅去浪費每一日嘅生命。我哋要再次起來，成為主嘅精兵，成為主嘅忠心嘅僕人。我哋求主祝福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個死去活來嘅重新嘅屬靈嘅經驗。當我哋活着就係基督嘅時候，就係耶穌基督嘅榮耀。我哋多謝你，奉靠主嘅聖名，阿門。分享令到我對呢個死去活來有一個新嘅體驗。死鬼咗仲有咩用啊？你其實唔係嘅。你哋上個星期嘅講員黃學佩牧師係我阿叔，有啲嘢佢自己都未必知嘅，係佢阿媽，即係我阿嫲同我講嘅。佢未出世嘅時候都爭啲死過幾次。如果當時死咗，佢就唔會喺度。佢就係死咗，跟住出咗世之後就可以藉着佢喺粉嶺神召會嗰度可以帶到好多人信主，直至到佢移民咗去墨爾本嘅時候，都自己有個教會啦，亦都牧過會啦。咁就係因為當日佢阿媽嘅決定，將佢獻俾主，係好神奇。聽完頭先邊度，我就會話諗下嘢你係咪仲覺得自己好渺小？你係一粒麥子，你死咗，係咪仲係覺得好渺小？唔係㗎，你係好重要㗎。你可以有個 mission statement 啦，即係使命宣言啦。使命宣言其實唔係好巴閉啫，任何一間公司都有㗎啦，係咪？我哋基督徒要有一個異象嘅宣言，應該知道去藉着聖經嘅教導點樣去回應嚟自神嘅一個呼召。請大家起立。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無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就必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無論過了多少時候，就是它知道。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就必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主，我願意
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你哋肯唔肯喺主嘅面前講聲我願意，放下自己，跟從主，受佢嘅差遣呢？係弟兄姊妹請坐。咁啊，今日好感謝Jessica 牧師嚟為我哋證道啦。咁繼續報告下食福嗰邊咧，就6月16號就19週年啦，好犀利。係啦，咁邀請大家都有時間可以出席嘅，晚上8點鐘，禮拜二嚟嘅。係啦，另外今個禮拜嘅週末超聚就聽晚啦，9點啦。另外就繼續呼籲已經嚟過超過3個月嘅，同埋已經受洗嘅弟兄姊妹可以加入我哋教會成為會友啦。係啦，咁下週有黃牧師啱啱香港翻嚟喎，歡迎佢啊！歡迎！係啊，係啊，係啦。咁而家係奉獻時間，麻煩阿 May 同埋 Ina 幫我哋收奉獻，好唔好？另外阿 Rita 幫我哋禱告。係啦，各人要隨心本心所酌定的，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悅的。哥林多後書9章7節啊。咁當中未認識奉獻嘅意義嘅朋友咧，就當奉獻袋傳到你身邊，你 pass 過隔離得噶啦。係啦，咁大家一齊可以唱呢首《一切全獻上》。各位，我哋低頭祈禱。主啊，你嘅天父，感謝你嘅偉大，你將你嘅獨生兒子賜俾我哋，賜耶穌基督俾我哋，不只為我哋受苦釘十架，而且係復活，又俾我哋一個又顯現在門徒身前邊，叫佢哋係要有一個教會嘅成立，係讓我哋佢哋嘅兒女兄弟姊妹都能夠喺呢個教會裏邊一齊敬拜侍奉主你。主啊，我哋今日所得到嘅一切都係主你賜俾我哋嘅，你不止俾我哋嘅日常飲食，仲係賜俾我哋好多嘅恩典、平安同埋喜樂。求主，我哋應該係要知道點樣感恩。今日我哋將我哋少少嘅金錢係獻上。求主你喺我哋復興我哋嘅教會，等我哋能夠發展更多嘅事工，我哋係需要大家擺上嘅。我哋今日將呢啲金錢獻上，求主你用喺我哋聖經上邊，呢個福音傳福音俾好多嘅朋友知道，讓我哋嘅牧師，我哋有好多嘅傳道人，我哋日日嚟到我哋嘅面前係講你嘅傳揚你嘅話語，叫我哋能夠記住，同埋係遵你嘅旨意去做。我哋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好，我哋請唔好意思歡迎新朋友先，miss 咗呢 part。我哋今日有2位新朋友，係咪？係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 ？Felix 係咪 ？Felix 係歡迎你。
Felix 係張志明牧師介紹嘅，咁過嚟探下我哋，咁可能有機會都會翻嚟，可能幫我哋講道嘅都係嘛？未應承嘅，不過介紹下啫，咁係啊，咁大家可以打下招呼啊，如果想再見到佢嘅話，係啦。另外有位新朋友係咪？係，你好，歡迎你，歡迎，係啦。咁我哋請Jessica 牧師幫我哋祝福好唔好啊？好啊，同埋借埋飯得唔得？我哋陣間食啦。不過好，我借咗飯我要走啦，但係你哋食下。我要喺呢度亦都代表聖公會嘅教會，我喺聖公會嘅教會侍奉，而家喺 Moorabbin 嘅聖 David，我代表嗰度嘅弟兄姊妹聖公會向大家問安，亦都代表咧主恩堂同埋基恩堂嚇，親愛嘅 Felix 弟兄咧就係喺嗰度侍奉，我亦都喺嗰度侍奉，喺嗰度好多顧問嘅工作。Felix 弟兄係啱啱線神學碩士畢業啊，咁就好有侍奉嘅心志，所以張牧師同我就好鄭重隆重嘅去推介佢嚟呢度咧，考慮下參與一啲嘅事工，無論係講道啊、煮飯啊、洗廁所咧，佢都得嘅嚇。我亦都代表食福嚇，我喺同張志牧師都喺食福嘅團契裏邊係做顧問牧師嘅工作、講道嘅工作。19週年嘅講道係我去負責嘅嚇，咁請大家為佢祈禱，亦都繼續為食福嚇曲奇傳道嘅事工、餐館人士嘅福音工作去禱告嚇，我亦都繼續為你哋嘅事工禱告。好，請大家起立，我哋一齊接受上帝嘅祝福。我哋首先為食物獻上感恩，亦都為上帝你豐富嘅供應，藉着呢啲嘅麥子，藉着呢啲嘅穀類，藉着好多嘅植物，好多嘅食物，令到我哋嘅身體得到營養，得到滋潤，亦都係藉着喺崇拜之後我哋嘅聚餐，弟兄姊妹、新朋友、舊朋友可以一齊去歡聚數算你嘅恩典。我哋再一次為到你俾我哋嘅美好時光獻上感恩，亦都求主你潔淨食物，更加潔淨我哋嘅生命，叫我哋活着就係去榮耀上帝嘅聖名。願上帝所賜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大家嘅心懷意念，使我哋能夠敬愛上帝同埋佢嘅聖子，我哋救主耶穌基督。有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我哋，保守我哋，保護我哋，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